迎接金鼠年，来看到嘉义城隍庙特别杀新正年的好运米，叫做嘉钱鼠，代表好彩头。今年特别经历咧初三、初四下晝9点开始发钱宝，逐工敢若限量2000斤尔。庙方嘛特别加压贴价，特别杀50名会当摕到限量款的金鼠年钱宝，邀请民众做伙来碰这个福气。我们的金鼠年最好的财气以及的运气。囡仔摆一摆扮做细只的钱鼠，实在是有够卡哇伊。我们的财神现在在我们的内殿。各国的国外来的朋友扮作五路财神爷来插气氛，将传统甲创新甲做伙，为着迎接新年，嘉义城隍庙一年一届分钱宝的活动就要开始啊！今年选伫初三甲初四早起9点，免费分钱宝嘉钱鼠，数量有2000个，庙方阁优待前50个，会当得到限量的金鼠年钱宝，邀请民众做伙去领钱宝。有哦，伊会跟财运中来安尼吼，是尔吉祥如意啦吼，过着好运安尼吼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吼。钱宝嘉钱鼠代表招财，祝福信众规年拢有好彩头。庙方嘛提醒民众领到钱宝，爱记得摕去过香炉，祈求愿望会当实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